记者会用拍开包装的箱仔，向前迈入第4档的新营甜美节特别登场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寻宝。为了邀请民众来台南感受甜美的饮食甲人情味，今年6月开始连续2个假日，分别6月3號、4號伫新營天鵝湖，6月10號、11號伫新營鐵道文化園區展開。該活動嘛是市長吳偉條臨來舉辦，除了認識在地產業，嘛要推薦客北觀光。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大家來到1年1度的新營甜蜜節。這個甜蜜節的由來，就是因為大家知道新營是台糖的新營總廠。那雖然現在已經不煉糖了，但是過去甜甜蜜蜜的糖的滋味都還留在民眾的心目中。而且台南是全糖城市，因此呢，對於這個甜蜜節，我想說會引起很多人的想望。那過去我們剛舉辦甜蜜節的時候，坦白講，這個本來沒有預期很多人。可能預期個1-2千、2-3千，就一次來了1萬多人，所以我覺得可見這個糖甜蜜，大家還是希望甜甜蜜蜜的。尤其520剛過，這個甜蜜的日子剛過，那所以說，不管是小孩子喜歡吃糖，還是大人談戀愛覺得很甜蜜，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。因此，我們今年再次舉辦甜蜜節，也希望大家扶老攜幼，這個親子之間或者情侶之間都來。新營享受甜甜蜜蜜的氛圍。市長講，伊還記得第1檔辦活動，原本預估上濟3000人，結果來了1萬多人，可見大家對甜蜜節充滿期待。今年除了西市節有某某家族甲小朋友同樂，也當坐5分仔車，同時規劃鴨糖大貓貓，邀請親子做回來吹鴨糖，認識糖廠文化。台南新聞，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。